你们带一下每部客栈片面话横与面的当中，宁波就南朝南长廊，宁波就南朝南，南朝南，长廊，美国驻海螺港北，长廊，长廊，合租海螺港北，海螺港北，宁波就南朝南，长廊，合租海螺港北，宁波就南朝南，南这是一个介词，一个量词，一位人的位，南朝南就是人和人商量，人和人，它是用的这个量词。南朝南，长廊，商量。就是我们合租海螺港，我们要怎样讲呢？合租北不知，宁波就南朝南长廊，合租海螺港北，不知道怎么讲。长廊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。背呀哈，我们与各族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，辈子老高。